诸位格格，卑职是皇上身边的太监总管李德全。李公公好。诸位进宫待选侍女，无论日后有幸选为嫔妃，还是做宫女，都是伺候咱万岁爷的。在宫中生活，只要谨记4个字：谨言慎行。这句话，我每3年都要说一遍，但能真正听进去的，没有几个。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要开始学习和帮助宫中的事务。未被选为嫔妃者，也要做宫女，做到20至24岁，得到万岁爷的恩准，才会被送出宫去，另行婚配。日后，这儿的规矩和事务由执事房领班负责教导你们，切记要多学多做，少说少听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李公公请放心。哎，你是哪个府上的哥哥？哪个府呀？也不晓得要在此处待多久，我可不想天天端茶送水。好了，刚说要谨言慎行，马上忘记了。今日你们好好歇着，明日我会指派事务给你们。今后你们都是伺候主子的人，记住要端着12万分的小心。是。都下去吧。宫里不比外头，四处有人瞧着，万事小心就是。奴才一定好生照顾。多谢提点。若曦，你一定要争气，不能辜负八爷的照顾。日后在宫中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两位爷告辞。啊，告辞。啊，八爷、14爷请留步，卑职告辞。告辞。告辞。八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是，有件事需要14弟出面帮忙。哎，八哥跟我客气什么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直接说不就好了？那我就直说了。这次选秀，希望你请德妃娘娘出面，向皇后求个人情，把若曦从首轮名单中剔除。你也明白，我额娘的地位，纵然有心，但却无能为力。既然八哥已经开口了，当弟弟的自然不能推辞了。可是我想知道，这情到底是为若曦求的呢，还是为了我未来的嫂子求的？八哥一定要说个明白。我的确想娶她，但也要她愿意才行。那就是为了我未来的嫂子，臣弟一定尽力而为。若曦尚是待选秀女，此事不能张扬。我明白，八哥放心吧。额娘，主子，下去吧。这么久没上额娘这儿来了，来坐这儿。额娘，儿臣今天来呢，是有件事想求额娘帮忙的。你也有事求额娘啊？这么巧，求什么？说吧。啊，八哥的小姨子若曦，选秀女的事儿。哦呦，你们兄弟2个就为一个人求情呢？呵呵，是上一次家宴上，你皇阿玛赞许的那个若曦呀？哦，你说你们兄弟2个平时见了面不冷不热的，额娘看在心里，真是难过。今儿个倒好，为了一个人求情，真是难得。
这个若曦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让你们两个都为她求情呢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不过平日里偶尔聚在一起。若曦这个人性子直，又不想被选为嫔妃，儿臣想着这样也好，免得每天对着皇阿玛，一不小心容易掉了脑袋。所以儿臣就来求额娘，把她从首轮名单中划出去。这个倒不难，难得的是啊，你们兄弟两人有事儿头一回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这个忙，额娘就帮了。额娘最疼儿臣了。哎，看你高兴的样子，不会是看上那个若曦了吧？额娘哪有的事儿？四哥还在这儿呢。额娘，要帮的话，不如就帮到底，把若曦要到自己宫里来伺候着吧。对对对，四哥说的有道理。好，你说好就好。反正额娘这宫里呀，也少了一个聪明贴心的丫头。只要你们兄弟两个以后有事儿往一块儿想，额娘就很高兴了。是，额娘。明白。四哥，此次来恐怕是受了13哥所托吧？既然他开口了，对我来说举手之劳。你呢？你又是为了谁来求情的？我和若曦是好朋友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都会帮他一把的。额娘，怎么样？若曦已被剔除名单了。太好了。既是如此，为何额娘还在叹气啊？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惠妃和德妃都争着要她，皇后不愿两边都回绝。权衡之下，把她送到皇上身边做奉茶宫女了。皇阿玛身边？惠妃怎么会执意要若曦呢？我也试着探问过，听说明慧曾经找过惠妃。八爷吉祥。起来吧。你的名字已经从首轮名单中剔除，不会再有被选为嫔妃的机会了。有什么事吗？惠妃和德妃同时开口要你，皇后为了避免得罪一方，将你安排到皇阿玛身边，当奉茶宫女。若曦，一旦去皇阿玛身边侍奉，就很难再出宫。对不起。如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，八爷不用自责。若曦虽没有什么过人之才，但奉茶这种差事，要学应该也难不倒我吧？日后我要见你，就更加难了。你等我，我终会找到机会带你出宫。在皇阿玛面前，一定要万事谨慎。如果你遇到什么难事的话，我会尽力帮你斡旋。总之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准备好茶点，皇上饿了马上送过来。哎，已经熬了3、4个晚上了。皇上，该歇着了，明日再批阅吧。皇上恕罪。朕以为看到了石格格，她出嫁之前就是这样唠叨朕，让朕休息她。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李德全，皇上，这些收起来，准备就寝。这。这样瞧你，就真的有点像拼命13妹了。谨言慎行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？若曦姑娘，李公公，昨夜之事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。你真是一员福将啊！李公公言重了，昨夜是奴才运道好，如今想起来还是一身冷汗，怕得很呢。姑娘就别谦虚了，师傅从来不夸人，就连我也只有挨骂的份儿。其实不光是昨夜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做事谨慎，处事小心，又不多话，再添上些拼命的勇气，真适合做御前侍奉。玉檀、云香，你们俩进来。你们2个今后就做若曦姑娘的贴身差事吧，要好好的跟她学，今后我也就放心了。是，奴才见过若曦姑娘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